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看评书。今天是2025年6月22号，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，聊聊中国的房地产。咱们先看一个房企的消息。今天万达的王老板又上了热搜。新浪财经报道，王健林痛失80个万达广场。没有人想要变卖最优质的资产，但最近几年，王老板始终在和即将到期的债务缠斗，他不得不学会割爱。而业内人士判断，未来3、4线城市的万达广场也会继续待价而沽，因为万达现金流还远不够安全。近来出现在公众视野里的王健林，身形看上去一次比一次消瘦，随体脂同步减少的是他名下的房产。王老板这一回恐怕是真正的体会到1个亿的小目标是多么的难。当年王老板说立个小目标，比如赚他1个亿，时过境迁，今非昔比。我想起来叫1分钱难倒英雄汉了。王老板这回知道了一个小目标是什么概念。王老板这个时候恐怕也能跟这个咱们韭菜共情，但听到他说1个亿的小目标的时候，这韭菜的反应为何如此炸裂？不要看王老板卖了80个万达广场，实际上啥问题没解决。他剩下的那些万达广场，随着经济的低迷，那个它不但不能产生正向的收益，反而还是个吞金兽，还要吞噬它的现金流。大家仔细去想一想就明白了。它运营维护要花钱，银行的贷款利息要花钱，员工的工资要发，但是商场是不是会门可罗雀？当然了，不能说所有的万达广场都没人，但是很多万达广场即便有几个人，也很难撑起它的运营。也就是说，这些你看上去不错的资产，实际上它是负资产。这个新浪财经说，最新一回，他一口气出示了48座万达广场，他们大多分布在北京、杭州、广州、成都等1线、新1线城市，是不少白领打工人吃饭、逛街、看电影的可喜去处。在这次交易之前，他们都是大连万达100%控股的资产，卖已经成了王健林这些年常规动作。据不安全统计，从2023年到现在，累计超过80座万达广场换了主人。这个我在以前节目经常说，王老板手上比如450家或者500家万达广场都已经上了货架，由他的债权人去挑，或者有那个有意向的人去挑，那些险资、保险基金，他们都是掐尖儿，500家里面挑好的，筛选各种维度去看，优中选优，把那好的挑走了，那会出现个什么状况？漂亮女儿先嫁，后面的就嫁不出去了。好的被挑走了，剩下的那万达的经营状况都堪忧。也就是说，王老板就陷入一个怪圈，越卖他越陷入困境，越缺钱，就这么一个情况。现在线上都已经不行了。前几年咱们还能听到说线上抢了线下的业务，抢了线下的生意，什么实体商店啊，实体的商业现在它为什么不好？是因为线上抢了。这么说至少还说明线上还是不错的。现在你通过618你就知道，线上都不行了，你总不能说线上抢了线下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连线上都不行了，那你说线下这些商场的日子多难过？证券时报报道，住户定期存款余额和占比均创近年新高。据央行金融机构本外币信贷收支表最新数据，今年前5个月，住户存款项下定期含其他存款余额逐月上升，分别是114万亿、116万亿、118万亿和119万亿。119万亿。再来看住户部门定期存款占比，其除了在3月环比下降外，其余4个月均环比上升，并在今年5月末创出历史新高，分别为72%、73.5%、73.3%、74%、74.3%。往前回溯，住户定期存款占比在2024年5月末为72.8%， 2024年末占比为72.5%。什么意思？现在根据央行的公布的数字，住户定期存款余额和这个比例都创近几年的新高。简单点说，就是大家都在存钱。
你想呀，现在很难，赚钱难，但是存款越来越多，也就是大家赚了钱基本不花，都往银行存，而且存的是定期。天天看我节目的，现在才能感受到为什么3年前我天天说存工行，存工行。你看看，如果你现在开始存，是不是有点晚？虽然不算太晚，恒大一暴雷，我就建议存工行。老有人问为什么存工行，大家都在存钱，所以网上经常出各种各样的这种视频，这个社交媒体平台上都是这种什么月薪5000，3年存了10几万，都是类似这样的视频，教你怎么样用存单什么滚单法，每个月都去定存。这个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大家都不消费，不要说买房子了，消费都不消费，勒紧裤腰带。你一勒紧裤腰带，你说这个线下的商场它能受得了吗？这个就是事实。你看到央行公布的这些数字，大家都在存钱，默默的存钱，都不花钱，这就能看出商场日子不好过。我们再看，根据媒体报道，截止到6月21号，15个核心城市住宅成交量、新房销量同比下降50%，也就是6月份的前21天和去年6月份前21天下降50%。大家记住了，去年6月份本身就是非常的低迷，因为9月份才出台的救市措施啊。正因为去年6月份、7月份、8月份越来越低迷，所以9月份出了大招嘛。那今年的6月份比去年6月份还下降50%，什么意思啊？15个重点城市，上海、北京、深圳、广州、济南、青岛，说明这个楼市已经进入这个叫极寒，就是那种冰冻期。正因为这样，所以现在各种传言又出来了，小道消息。因为上个周末国常会不是要用更大的力度促使房地产止跌回稳，专家的解读就是一线城市放开限购。所以你看这个周末啥消息也没出，所以各种谣言就出来了，小道消息说北京即将全面取消限购，除了东西城，其他区不再限制购买，也不再要求社保户口，等待见证历史，北京限购限售政策取消。当然这都是传言，我相信有一天它一定会实现。但是你说下个月这个够呛，这个是上海叫最后一招。当然这不能叫最后一招，是买房送你户口，这个才是最后一招，这个才是大招。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言？不光跟这些专家的鼓吹有关系，跟北京、上海实际面临的情况困难也有关系。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业主说，他是375万购入的老破小，320万挂牌卖出去了。这是北京375万买的，320万卖掉。当然他网签价是365万，实际上是320万卖掉的。他现在非常庆幸自己卖得快，没有犹豫，单击成交。如果稍微晚几天，而查了一下同户型同楼层最新成交价285万，这个说明是在加速下跌。1个月不到的时间，少了40万，35万，又跌了10%。这个业主说，不算10万的中介费，20万的装修，他这个老破小一买一卖，亏了90万。也就是买这个小区的房子的业主，前几年买的都在亏钱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不放开限购实在不行了。你靠北京市的这些人，靠他们买第3套太难。但是放开限购是不是就能稳住？这个不太好说啊。2种结果，我们在以前节目说过了。一种结果就是稳住了，甚至有的地方还要涨，那么全国其他地方一定是血流成河。这种稳是以其他地方流血为代价，是以其他地方不稳，就更加不稳为代价。大家就有可能把当地的房子卖掉，跑到北京买。还有一种可能没有动静，没什么太大的动静，波澜不惊，因为大家已经疲倦了。那这个它会造成另外一个后果，那就是加速下跌，因为你的招出完了，你的工具箱里工具没有了，你这样都没稳住，那实际上就是个非常强烈的心理暗示啊，那恐怕就是一路狂奔。最近海外的很多机构开始看空房地产了，高盛、瑞银，原因是什么？根本原因是新生儿出生人口断崖式下跌，房子已经不是稀缺品了，房子已经多了，就相对人口而言，尤其是新生人口而言，那房子多了，住宅空置率大于12%，未来还会
进一步扩大，新生儿数量比8年前暴跌40%，结婚登记人数减少30%，这个直接就导致刚需购房群体断崖式萎缩。我们再看一个案例，这个九派新闻报道说，拆迁14年未安置，索1.4万过渡费被捕，村民房屋被诉索要1.4万被捕7次发生。什么事？说的就是一个城中村的拆迁，一位村民因为拆迁之后迟迟没有得到安置，就去跟地方政府索要过渡费，结果把他抓了。6月17日，冯真就是化名，在法庭上见到了丈夫林应水，丈夫被捕2个月了，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，头发白了，人也瘦了。冯真告诉九派新闻，两人没有说话的机会，她记得丈夫扭头看了她一眼，眼神飘忽，一晃就过去了。2024年3月29日，就是1年前，林应水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河南许昌市襄城县公安局刑事拘留。这地方怎么那么熟？许昌是个神奇的地方，有大爱。1个月后又被取保候审，直至今年4月，林应水再次被收押。襄城县检察院出具的起诉书显示，林应水因拆迁安置费和过渡费问题维权，并以过渡费名义向政府工作人员索要14000元。检察院认为林应水强拿硬要公私财物，情节严重，并提起公诉。6月17日，该案在襄城县人民法院一审开庭。律师牛余亮介绍，庭审的焦点集中在这14000元是过渡费还是强拿硬要的钱款。庭审持续了近4个小时，林应水始终没有认罪。这里面有几个问题，大家感觉不太好理解。就第一个是你把人家房子给撤了，大家知道这城中村什么拆迁的，那都是政府行为，肯定不是这些人自己干的。你把人家拆迁安置，九派新闻报道，他说2011年襄城县库庄镇进行城中村改造，林应水家房子被拆，拆迁安置协议中写明，林应水一家将获得240平方米的置换房屋和6.5万元补偿款。在置换房屋未兑现前，林应水一家每月可获得400元的临时安置费。林应水妻子冯真记得，拆迁时他曾听到口头承诺，1年半后便可搬进新房，也把人家房子扒了。各个地方拆迁都这样，把你房子扒了，签一个协议，直到你搬进新房之前，他每个月会给你叫你租房费用，或者叫周转费，或者反正是一笔钱，就相当于你没地方住，你不要租房吗？他会按照你的人口，按照你拆迁的房子大小等等嘛，他给你一笔费用，一直等到你住进新房为止。大家好理解。林应水一家每个月是400块钱的这个临时安置费，说好了是1年半后可搬进新房，但是直到今天14年过去了，房子还没有踪影。而这个所谓的过渡费早在2016年就停发了，也就只发了5年。林应水多次维权，收到了很多的空文，也是口头承诺。2024年，林应水收到谢姓政府工作人员给的过渡款1万元，2个月后，林应水被拘留。这是个悲伤的故事，大家听了之后肯定是云里雾里的。你这明明自己的房子被拆了，安置费给不了，新房10几年交付不了，完了人家就维权，拿了1万块。现在要坐牢，你说上哪儿说理去？那些蛀虫贪官一贪多少亿的，但是你看判刑都怎么判？但是你看如果你在银行的 ATM 机上取错了钱，如果你取1000，他给你1万，你拿了，对不起，这个恐怕你得坐牢。这个还不轻，这就有点像林应水维权。他不管怎么说，一共才要了1万4，一拿强要，那跟一贪几个亿比起来，什么概念？所以我在以前节目说过，随着政府缺钱，随着房地产原来的逻辑发生改变，拆迁不是好事，很有可能把你拆了，盖不了，这拆迁烂尾，那你才是叫惨，因为你没地方维权，你找谁？弄得不好把你抓起来。所以说以前拆迁代表着暴富，房子写个拆表示你们家有钱，现在你房子写个拆，完了拆得不好倾家荡产，还要坐牢。根本原因就是房地产这个逻辑变了，
过去只要把你这房子一拆掉，然后在原地再盖高楼，往出一卖，根本就不愁卖不掉。往出一卖，政府、开发商、承建商都赚钱，拆迁户也占便宜。现在你把它拆掉，你把房子盖起来卖给谁？卖不掉。今天三联生活周刊看到一篇报道，讲的是一个25岁农村女孩高位买房之后，农村女孩25岁，那是刚毕业没多久，说买房前我25岁，农村单身女，在城市打拼3年，存款12万，蜗居在租金700元10平米老破小单间，买房后积蓄清零，背负50万债务，每月房贷3200元，利率5.75%，说明他点确实是在高位买的。好在拥有了自己20平的卧室，未来大抵再也不用过漂泊流离的生活。首先，这个女孩她对房子有执念，因为她是农村来的，在城里漂泊，想在城里有个家。2018年刚毕业，我与舍友租住在老旧家属楼，租房就有这么一点不太好，就是动荡不安，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搬一次家。这个我深有体会。我在北京买房之前，差不多我算了一下，平均半年搬一次家。这个女主人公也是疲惫于搬家，而且一旦搬家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房东，她就感觉心累，所以她时间长了就产生了要买房的这种执念，就是希望下一次搬家一定是要搬到自己的家，搬进新房。对这位小镇女做题家来说，她还有一个要成为城里人的这种执念。文章说，求学路上，我从乡村到小镇，对于物质的差别和成绩的高低尚不敏感，但升学到县城，城里小孩的富足给了我很强的冲击。工作后，身边大多是城市土著同事，让我更心生向往。工作后，躺在出租屋的床上，我常想，什么时候才能有自己的房子？有了房子，或许我也能骄傲地宣称自己是真正的城里人。你看，这就是有很多人买房，他有各种各样的理由，各种各样的原因，导致他成为一个刚需，他必须要买一套房，否则他睡觉都睡不好，成为执念呢。2021年9月，正好是口罩期间，我终于觅得心仪的小房子，房主是位刚退休的阿姨，要去照顾外孙，所以卖房。说交易时，阿姨说看我亲切，还独自买房，于是好心优惠1万元。如今想来，那房子挂了多半年，先有人问津。遇到我这样的买家，简直像中了彩票。大家想一想，2021年9月份，那正是恒大暴雷，这位姑娘叫逆风飞扬，逆行杀入楼市。说交易时的我只满心想着买下这房子就是妥妥的城里人了。那时候我被小区门口那棵需2人环抱的梧桐树深深吸引。说尽管中介都劝他说这房子不好转手，这个老破小你买了之后不太好卖，但是这位女生义正言辞，因为她有执念呢，她看上了，所以她说我纯自住，不在乎流通，也就是我反正这房子我自己买自己住，我也不想着卖。但中介劝告归劝告，坑人依然毫不留情。办理贷款时，我对手续、房贷政策一窍不通，在中介房产大热、银行放贷困难的这个 PUA 下，不仅掏了3000多元贷款代办费，还满心感激，每次见面都给中介买可乐。就这样，我以5.75%的高额利率背上了房贷。2021年9月份，它就是这个利率，而且2021年9月份贷款就是很难批，那个时候贷款一批半年，很多人都有印象。现在是旧楼市贷款，就光速给你批。后面这个女生又经历结婚，后来又买了房子，就从这个房子搬走了。关于房子，虽早听闻房价下行，但我一直自我安慰，早买早享受。直到2024年，楼下同户型邻居卖房的消息刺痛了我，售价30万元。这意味着邻居的售价与我2年前贷款的额度相同，我白白赔掉的是全部首付和利息。我不仅搭进了所有的存款，还欠亲属就是家里人10万元。说现在的我刻意控制自己不刷房产信息，卸载购房软件，可仍躲不开大数据推送的降价消息。说夜深人静躺在小床上，我仍会感慨
抛开外部环境，仅看当下，房贷利率从 5.75 降到 3.3， 每月少还600多，这何尝不是新的希望呢？也就是每个月少还利息600块，所以说支持了他，给了他希望，给了他动力。所幸的是，这个女孩子买的这房子总价不高，虽然花钱装修了，也就是花了10万块，总价恐怕也就是30万多一点，所以说这个风险他能扛得住。如果他买的是个300万的房子，基本上就崩溃了。最后大家再看一段视频。真正目的是什么？其实扫黄根本的目的就是让性这种资源变得不易获得，至少是对普通人而言不易获得。其实对当下中国的文化和传统而言，性资源是极其稀有的，尤其是对普通的年轻男性需求极大，但能享受到的人极少，所以只有保持性资源的稀缺，才能让你去奋斗。就像你让驴拉磨之后，前面总要挂个胡萝卜一样，一旦性资源变得廉价且泛滥，就会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选择躺平。这年头，要是你真打定主意不结婚不买房，其实你真的不需要多拼。如果色情产业也合法了，每2个星期拿点钱解决一下身体需求，很多人真的不会选择去努力工作。所以很多人在问，为什么嫖娼违法而包养不违法？就是因为包养是1对1，并不会对整个社会的性资源供求产生影响。更何况能去包养小姑娘的人，本来也不需要你去整天多促她去奋斗赚钱，而嫖娼就不一样了。一个失足女可以为上百个甚至数百个年轻男性提供稳定的性资源，那么1000个失足女子搞不好都可以搞崩一个小城市的房地产。这绝对是不可承受的风险。其实现在男女方面的很多问题，说穿了都是性资源的问题。年轻男性对性的需求远高于年轻女性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所谓彩礼和女孩子的青春之嫌，说白了就是年轻女性手握稀缺资源的折现。所谓越有钱越不在乎彩礼，性资源在高富帅眼里并不稀缺。所谓的舔狗，无非就是性饥渴的男青年，为了免费一次而毫无底线。所谓的男性越到后面越不羁，就是男性过了35岁，对性的需求就会急剧的降低，导致供求关系转变。这时候他只会开开心心的去钓鱼，根本就不会离开你。所以不仅仅是扫黄，包括最近各种神奇的案例，说白了都是为了维持性资源的稀缺性，用旁敲侧击的方式破案，或者凝视年轻女性不要随意便宜了普通人，以此来迫使普通人为了获得性资源而辛勤劳作，降低他们躺平的可能性。也许以上就是扫黄的。这个视频说的很有意思，扫黄的目的是什么？扫黄就是怕你躺平了。这说的有没有道理呢？扫黄是为了稳楼市是吗？这是要逼你去买房，楼市不稳，房地产止跌回稳，之所以还没有完成，就是因为扫黄力度不够，要以更大的力度去。这么说好像道理也通。如果把扫黄仅仅当作创收，叫非税收入，这个显然这个看得有点浅了。好，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谢谢大家。